规暗嘛扫到呢，紧啦，紧啉一喙茶啦，坐咧坐咧坐咧。歹势啊，我哩烦恼，我可能去寒着啊，无要紧啊。啊，你要做家事，搁爱带囡仔，伊阿即是双头烧，你讲嘛袂堪呢？无遐尼严重啦。啥物啊？你扫到你搁讲无严重哦？你是安怎啦？秋兰啊，你安尼扫，一直扫袂停，有够太过呢！安尼我是要安怎食啦？阿母，是的啦，无恁先食，我尾仔才食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紧食啦。秋兰啊，你坦白讲，你是毋是去互迄去食婆甲你话着？啥物去食无啊？啊，毋知定来咱兜讨食迄两马孙啊啦！我昨经过迄庙口吼，听你讲，迄去食婆啊，病死伫遐啦，啊，搁是戏罗呢。啊，我定着甲迄秋兰见过。我讲吼，离因迄两个较远咧，伊敢若毋听啦，啊，搁爱行贿呢，啊，到即马咧，病话来到厝内面欢喜啊啦吼。秋兰啊，啊你嘛甲差不多咧，啊行为遮细汉，啊你要害伊破病，你才会甘愿呢？是的啦，我也会注意，啊，不过我是受到风寒，毋是去互话着的啦。啊明明扫甲安尼，就是去互话着，啊，搁什么风寒，你骗鬼有影？秋兰啊，这桩代志是要滚生气，吼，安尼啦。你这个病还未医好以前吼，煮饭这个工课啊，换阿水做。啊，我做。对啦，你做啦。英啊，囡仔互你带，恁一心爱带囡仔。想讲我咧爱带囡仔，我哪迄用功？阿爸，不要紧啦，阿辉哦，我家己带就好啊啦。无用的，无用。囡仔嘛袂使互你带。乖。阿水，囡仔共款互你带。哥是我，煮饭是我，带囡仔嘛是我，为什么拢变成我的工课？叫你做，你就做啦。啊，当嘛啰嗦啦。啊，无甲讲我做是恁阿姨做是无？好啊啦，阿水啊，这饭菜定煮，这我食袂落去。好。秋兰，你先啉一喙茶啦。头家吼已经去请先生来甲你看，好无？紧来，紧啉啦。那先呢？头家。哎，先呢？是啊，我的媳妇啦，啊，拜托你详细甲看卖。好。先呢？安怎？气罗是无？气都无毋对，但不要紧，无严重，较过来医治吼，真好就好啊。安尼哦，较好加菜。对啦，陈老板，派人来点提药啊。好，金伯啦，你甲先呢做伙去提药啊。是，头家。多谢你吼，多谢。请慢行。哎。慢行吼，慢行。啦，你若切袂晓照顾家己啦。看你安尼吼，啊行为也是要安怎挖苦你。你若毋听你阿母的话，离迄个去食离较开咧。阿爸，是的啦，我唔知影要讲啥物来解释。拢毋免讲啥，即马讲啥拢无效啊！我家在先讲你，这医会好，啊你就好好啊医，好好啊食药啊，吼。
去休困，去休困。毋是我咧爱讲你啦，啊，等你代志互秋兰母啊遐尼严重着，啊，再咧头疼啦，你加拖磨的嘛。哎，我本来知影伊会附加呢啦。啊，像即件代志，你应该较早甲我讲的啊。我是惊你会讲我吼，什物刁难新妇啦，啊，打参是即嘛啦，啊，你着知影，你搁请医生来印证，啊，怎要相信？话毋是安尼讲啦，迄伊是咱的新妇啊，请医生来甲看这嘛是应该的嘛。啊，打即嘛，你打算要安怎？我才当咧想啊，你看应该安怎处理较好啊？安怎？叫转去后头厝啊！我这是为大家好呢，啊免你伫厝内面吼，大家拢互喂喂着。毋好啦，毋好啦，叫伊转后头厝，安尼伤绝情啦。好啦，等候恁孙啦、恁查某囝啦，啊甲你啦，去互喂喂着的时阵，等死啦，到时头壳拢毋免疼啦。哦，那互你安尼讲着，我头壳规个搁实在着啊！来，拜托，经过甲我弄两个，紧的啦。我话讲头前哦，伊若毋走吼，我是会走。你若毋相信，你来试看觅。哦，吃甲大力会疼呢。你莫继续我咧讲算的哈。好啦，你互我好好想看要安怎安排啦。这是你讲的哦，对啦，免骗我哦。无会啦。秋兰啊，暂时较委屈的，带点要食。啊，三顿我会叫金款仔摕来互你食。啊，你过日子你住伫遮，我也真毋甘啦。啊，毋过为着全家人，我不抢的。等你病若好，就互你出来，哦。是，金款仔。是毋是麻烦你订下保险费来互我看卖呢？我会考虑啦。吃完这个衫裤吼，要用烧滚水来烫较功夫的，啊，可以对消毒啊。哦。秋兰，秋兰，伊哪会当甲你跪伫咧食？我看了足艰苦的。为着全家人健康实相，我会忍耐。秋兰，啊，你一定要坚强。哦，你知影无？金贵，我拜托你替我好好照顾幸福。我会，你放心，我会啦。秋兰用过物件，你敢敢用？我洗洗消毒就好啊。好啊，啊，这就好用好啦。这我嘛唔敢用。阿水啊，还袂煮饭哦。
你在创啥啦？阿爷讲这是大嫂用过，下家拢淡掉了。用啊，安尼伤讨债啦。好济啊！迄落边用过的物件，啊，毋等掉是要创啊？啊，留做纪念哦。啊，是讲规家伙拢互画画着，规着吼，伊摸过的物件我拢无爱记啦。细声的啦，这大声哦，受人听到心肝会艰苦。啊，伊着物件去食无甲画着啊，啊，哪会艰苦咧？拢是你啦，哈！吼，甲留倒厝内面，你袂惊，我是会惊哦。啊，你若毋甘遐物件吼，遐留互伊用啦，啊，莫含咱个参做一个啦。啊，水啊，去等遮物件摕去仓库，等下互你阿嫂用。好。想袂到阿母遮尔气嫌我，是我家己造成的，袂爱怪阿母。因为即马无看到我，毋知影想我无。约会，你伫倒位？我毋知影，我是毋是有机会搁见到你？咱走行，以后是要安怎？观世音菩萨，你记得，给我一支上签，是给我希望，得到迄宝贝，爱成全，给我有机会活落去。我会等我的翁婿回来，陪我的囡仔。中大成天，哦，莫哭啦，莫哭啦，拜托你莫哭好无？阿哥甲你拜托，你定定莫哭好无？互阿妈出来骂你啊，你就害啊啦！阿水，阿水啊！我把你叫你过来，我靠你！大嫂，你遐大声啦，无吼，囡仔会互你惊着呢。阿水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阿辉给我抱一下。袂用的啦，阿姨有交代，幸会袂当互你抱啦。无吼，连幸会嘛还叫你起来呢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阿辉给我抱一下。幸会。阿嫂，袂使啦！你看你个病愈来愈严重，万一幸会互你话着，我无法度对桌上甲阿姨交代啦。阿辉你醒，伊可能是巴肚枵，我来陪伊饲奶啦。幸会，囡仔好。困去啊？囡仔上好啦。啊，无烦无恼啊，食饱就困。阿水啊，你是咧拖什么大屁？我抱幸会去后壁，阿嫂直直拜托幸会互伊抱，我毋敢答应。想到伊遐尼可怜，
我心肝嘛真艰苦。唉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啊！乖孙啊，困到遮古嘴，拢毋知影讲因阿母啊，即马当咧艰苦。唉，阿辉啊，是讲啊，阿公嘛是真毋甘你啊！你安尼遮细汉，老爸生死不明，老母搁吊大病。讲也是着心肝也足艰苦啊！阿兄若知影阿嫂甲行为即马安尼，飞嘛飞转来，都毋知阿兄转来的时阵，阿嫂会白好啊袂？千里路，万里情。母亲白伊个，秀兰，秀兰啊！秀兰，阿爸来看你啊！杨辉嘞，杨辉有乖乖无？秀兰，清乖啊，清古嘴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哎，拜托你，我杨辉，我抱一个无？秀兰啦，哦，你抱一个是要创啥啦？等你病若好吼，你要安怎抱拢嘛无要紧。啊，即马互你抱，万一你若搞袂着，要安怎？阿爸会将恁母仔囝分开啊，这也是不冲啦，我也是为着行为好啦。我知影，阿爸，我会当体谅你的苦衷。你若会当体谅我上好啦，你爱好好啊，医疗好吼。阿爸，安怎？想要拜托你一件代志。你讲啊，你讲啊。我已经受一工啊。我拜我的爸，但是无法度好，我要拜托你，拜托你照顾因为这个可怜的囡仔。